由細到大，宗教科老師都教我哋，就算自己幾窮都好，都要懂得同人分享食物。所以每當一個小學生喺書包底揞出呢個高密度陳列式渦輪扭紋腸仔包，縱使自己小息幾肚餓都好，都會放返落書包底，然後去分享人哋嘅食物。早晨，你叫咩名啊？我叫男仔頭。不如我哋做朋友咯。好啊。咁你可唔可以請我食嘢啊？好。點解會咁樣嘅？吓？唔係咁點黐啲粉上嚟食啊？係，但係都唔好收成咁啊！含住金藥條出世角，我由細到大都總覺得拗翻嚟嘅嘢成日特別馨香。八卦嘅你梗係想知道個中嘅原因呢？就係以前大部分嘅小學生其實連2蚊包包麵麵都俾唔起。呢個原因一練就到我小則小學啱啱麵麵，大則中學叫人請我去網吧喺度拗機打。正當我呢班為咗一個2毫半嘅小男人喺度拗嘅時候，隔離班讀女校嘅財經專家原來已經一早玩緊雜誌。閒閒地10零日個發展出嚟一個飯食。做咩依家？擺低1蚊斤機啊！我哋都食唔晒，我哋 share 得㗎啦。陳經理啊，我需要一盒飯夠10幾人食嘅。咁啊，一係你有冇個5餅魚套餐俾佢哋啊？丁屎咁大個飯盒，10零20歲正值發育時期，有幾粒鐘冇食嘢，我心諗你哋係點樣 share 嚟食嘅呢？點解坐咗喺度嘅？我未食飯，唔夠你搶啊！哇！咁佢有咩狀況啊？哦，佢慘啲，佢幾個月都搶唔到啊！我終於知道點解每星期日集會都總有幾個暈暈地嘅女同學死纏爛線咁樣俾人拖咗出去。人哋姨媽度血壓低啫，唔好咁啱啦，咪你講好喎。咁發育時期食咁少嘢唔俾人哋發育，你哋冇嘢好講啦啩？今次證據確鑿啦，大家有目共睹啦，仲有冇錯啊？次次都話錯，你話冇搞錯啦嘛 ！I would like to apologize。我承認我係慳錢慳到發窮，因為我真係窮到，我窮到日日搭地鐵偷街用特惠。跟住落嚟嘅入閘手法係要經過幾千萬次嘅試煉，我只做一次俾你睇。首先我要雙手拳頭對立540度，將特惠飛到出破綻嘅位置全面覆蓋。敏捷嘅我再喺入閘機前嘅0.03秒將右手掌瞬間放開。喺呢個千鈞一髮之際，左手掌再嚟招順水推舟。呢張承受到價值12.31牛頓反作用力嘅特惠飛就可以喺神不知鬼不覺之間一嘢咁樣閃入去。咁響嘅，先生，你個樣點都唔似細路啦，係嘛？你做咩啫？你爭住出嚟影咧做咩啫？我幾時有話我係細路啫？部機咁大聲我都聽唔到，你哋知我係聾噶啦！我傷殘噶嘛，傷殘係特惠噶嘛，衝過嚟認咧！你咁中意衝，唔好搞衝起套餐，衝！先生，喂，先生，你唔好咁大聲啦，我聾噶嘛，離晒大數嘅啫。我哋香港人而家慳錢，好似慳得冇以前咁開心，因為今時今日嘅環境，大家就算幾俾心機慳錢揾錢向前衝，都知道將來未必有一個理想嘅生活。最矛盾嘅係，如果想停低嘅話，又會驚連依家嘅生活都冇埋。但係生活唔係為咗將來嘅安穩，唔係諗翻過去咗嘅開心，然後覺得而家自己有幾慘。因為人生冇話邊一段時間係值錢啲，每一段時間都係咁寶貴。捱到唔記得笑，倒不如笑住咁捱。誰點起一線光？誰翻起一個浪？亂世中迷失太快，在這世界從來自己衝衝撞撞，任我行，亦怕有一天期待已久的這個我，親不到過去，誰明白我臉上倦容的